别轻举妄动！你这个保安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不跑，你们绑我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们就是那些无恶不作的人贩子。识相的自己滚回去！我兄弟怎么在里面？怎么了？滚回去！我告诉你，你兄弟已经被我打晕了。屏幕前的家人们，相信刚刚那一幕你们也看清楚了，这伙人穷凶极恶，胆大包天，居然把我抓来绑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就是那些可恶的人贩子来的。大家支持我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支持你的。你给我闭嘴吧！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我的话，他们这伙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的，希望大家做人遵纪守法，传递正能量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起来，跟我去派出所去，走。